嘉义市的天文教育联盟甲嘉义县的科学教育中心，配合嘉义的国校也有电台，共同做广播节目《天文no idea》，拢总会有34集，7月初5会开始放送，希望予家长也有囡仔伫咧厝里，嘛有另外一个学习的选择。农夫不用历经田，雨水连绵是风莲。老师甲学生念卡本录音，嘉义市天文教育联盟甲南塘国小，为了要互学生甲家长伫休热这段时间会当学习天文知识，特别合作制作34集的天文广播节目。雨水连绵是风莲，农夫不用历经田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雨水当天下雨的话，今年农夫的收成就会很好。也希望利用这个广播节目呢的多元化的设计，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对天文有无限的想象，也启发他们的好奇心。一集1点钟的节目内底拢有6个单元，若有丰富的天文知识，阁有24节课台语、上学语甲英语的内容。南潭国小表示，为7月初5开始，一直到10月26日。拜1到拜2的中昼12点，伫电台甲网络拢会来播出。录之前要先试好几次。那大概都要试几次3、4次。可以在 FB 以及这个 YouTube 还有 Podcast 相关的这些管道来做收听。那云嘉南地区的民众们呢，可以透过电台的一个收听来收听这个天文 No Idea 的节目。为了鼓励民众收听，主办单位搁伫节目当中安排有奖征答，希望伫疫情甲休热这段时间，增加亲子生活自然的话题，嘛学着天文的相关知识。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。